我来看国民党的总统初选，第昨的中常会定特别法，拍算要来取消党员投票，要改做全民调，而且要甲郭台铭甲韩国瑜拢诱入来做民调，6月做民调，7月来提名。已经离党员这地经营真久的王金平认为安尼无公平，真早就提出爱做全民调的主立论是呼吁党赶紧来就演家庭伦理剧，莫阁办这种会使人惊吓的剧情咯。关关难过关关过。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甲郭子乾打扮的郭台铭接受访问的时间，伫国民党中常会后，针对特别办法，敢有可能做全民调的问题。3-7次呢是改为全民调，这对已经像在经营这个3成的党员投票的部分的候选人呢，比较不公平。所谓的3-7制，就是3成党员，7成一般民众。王金平讲甲真清楚，讲全民调对伊较不利，有利郭台铭、韩国瑜这款高知名度的人物。伊敢若用讲的也无够。王金平伫面签顶面写讲，初选袂使因人设事，莫讲什么人卡什么人卡台湾就是袂使。如果要抱怨，最有资格抱怨可能是朱立伦吧，不如自己让自己更强。决定参选的时，朱立伦就发爱全民调，因为以当时全民调来看，对伊较有利。即马党内佫出现韩国两个人，可能对伊较不利。所以我们赶快把它演成一个家庭伦理大喜剧啊，不能演成惊悚片，那就糟糕了，那观众跑光了。国民党党内初选办法安怎定？只要这个答案出来，有意要参选的人都有意见。吴敦义主席若讲找所有参选人坐来好好讲，无定就会使互这个家庭的伦理剧，互观众较爱看。